连续顶一会期，议员王选茂关心着柳营科学园区，因为过去1、2期的开发，遇到环保的问题，伊伫甲地方的相处毋是真好。现在确定智慧机器人产业部落将选伫个柳营科学园区的3期开发，未来产业的进驻将带动3000个就业的机会。议员建议中央甲地方应该提前来规划。我们的产业进驻之后，当然会带来的刚刚所说的3000人的就业。那人口的进驻之后会带来什么？假设食衣住行，我们的食以这个数据来看，3000人的话，假设他们一天吃3餐，大概一个月至少就有这么多伙食费。我简单跟您报告，好，您讲的这是很重要的，但就是说为什么柳科1期、2期跟地方上相处不融洽，主要原因是它的环保园区，是环保园区它带来的这个所谓的地方上的一个难闻的气味或什么，造成地方长久以来居民也好、里长也好、议员也好，大家都受到很大的，他会觉得很不好。那如果是机器人园区或者是 AI 机器人园区能够进驻的话，它就会大幅扭转那个柳科3期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，不是朝向一个所谓的环保或是污染的整治的这个方向，而是朝向一个未来高科技的方向的这样一个想象。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从这里来讲，从这个想象往下，才有所谓的这个就业的增加、交通的改善、地区的繁荣，这些东西都希望能够因为这样而带来。对此，市府对经发局、和都发局拢等下来。经发局表示，柳科3期目前整边的有87公顷，其中52公顷作为设厂的用地。至于都发局，嘛检讨新营甲着白河交流道附近的工业区用地。面对柳营转向智慧机器人产业部落，议员嘛呼吁要一并来检讨周边土地，避限制传统农业的思维，提前应用，避免错失未来10档产业的发展黄金期。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。